扎西德勒，大家好。这一集我们用之前学过的单词来学4句心经的经文。我们先来看一段达赖喇嘛尊者的教授。苏东波，普索个去个那人了苏的主呢，苏的大家讲呢，你也去年嘛的是吧？苏那我到准备的吧，那我到准备东波的是。苏东波你苏是，当可我你准备当人上，判断这个苏是你要的，到底见现了对呢，打上去吃个多啊。其实今天人都东北考，那就开我去呢，我就准备当的，那到的主要嘛的是，慢慢嘛的是个的，像今天人都他也都察觉过呢，有对不起，现用的，东北你苏是。其实啊，苏东北人苏了东北人先嘛人，东北人里苏是嘛人弄些呢，苏的去年的个，我这个东北吃的是吧？那路这边来这下园这个，马达马这边俺下园这个，或者我你下头的是，这个多啊，现在真正印度，要的，刚才呢，我就希望你们都上面对这个要的吧，但希望你们能给，你苏东北，普通话我知道，要人新东北的话，那不就是到苏东北人苏了东北人学会，东北人来讲苏是没人弄死。现在我的这个，希望你们那个东西习惯啥子的，我的是开心不是？第一句，苏东巴我，苏是色，东巴是空，我是句尾的结尾词，有一点类似我们中文的是这样哦的哦。苏东巴我字面上呢是色是空哦，意思是色是第十空，色为无自性，讲的是色的空性圣义谛。第二句，东巴尼苏所，东巴尼是空性，苏是色，所是句尾的结尾词。东巴尼苏所字面上呢是空性是色，意思是色虽然是体性空无自性，但对我们产生利益或伤害的色并非没有，它是存在的，所以色是名言有，讲的是世俗谛。这2句开示了2谛。第3句，苏雷东巴尼显马营，苏是色，雷是由从，所以呢由色去跟后面做比较。东巴尼是空性，显是其他他者，马营是非不是的意思。苏雷东巴尼显马营就是色不异于空性。第4句，东巴尼雷讲苏显马营诺，东巴尼是空性，雷刚才讲过的是由从，所以由空性去跟后面做比较。讲是也，苏是色，显是其他他者，马营是非不是的意思，诺是句尾的结尾词。东巴尼雷讲苏显马营诺，意思是空性也不异于色。后面这2句开示2谛为体性相同，繁体相异。这4句在藏文有个名称叫做东尼西过尔。东尼是空性，西是四，过尔字面上是转圈的圈，那它也有环节、类别、类型的意思。东尼西过尔。好，我们跟着达赖喇嘛尊者的开示，再来复习几次。但是呢，我那东尼的肯定是那东尼我肯定是是呢，他第可是难得了呀，
아니 수 동보 동보니 수수 수의 동보니 샤마이 동보니를 이제 숙시 마이노 세네 식들이시도가 동니 시골세 디밀이야 동니 시골세 다 땡중 대권한이 있어다 동니 참 땡중 참 와다티 아니 시징중나를 예발해 나도 이제 차진 된다기 수 동보 동보니 수수 수의 동보니 샤마이 동보니를 이제 숙시 마이노 세네 동니 시골 송샤다 되게 다 싸워를 들다 싸워를 들이 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扎西德勒。